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9章。先知以利沙叫一个先知的学生来，甲伊讲：你着准备出发，摕这班油去基列的拿抹，到遐着找宁示的孙约沙法的囝耶户，对伊谈判的中间，请伊出来，带伊入内房，将班内的油倒伫伊的头壳，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我选入你做以色列的王。了后，你着开门赶紧逃走。这个少年的先知就去基列的拿抹，伊到遐看到众军官做伙坐伫遐，伊就讲：将军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耶户讲：你要甲阮倒一个讲？少年人应讲：将军就是你。耶户就起来入去厝内，少年人用油倒伫伊的头壳，对伊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我选入你做上主的子民以色列的王。你着杀死你的主人亚哈全家，互我通报复耶洗别留上主的仆人众先知甲其他所有仆人的血。亚哈全家拢着灭亡，所有伫以色列中属亚哈的查甫人，无论是自由的，还是无自由的，我拢要甲因消灭。我要互亚哈的家甲尼八的囝耶罗波安的家共款，嘛甲阿希雅的囝沙巴的家共款。到要伫亚述列的田园食耶洗别，嘛无人甲伊埋葬。少年人就开门逃走。耶户出去，来到伊主人的军官遐，有一个问伊讲：敢有啥物代志？是安怎即个少的来找你？伊甲因讲：恁捌迄个人，嘛知伊会讲啥物。因讲：莫骗阮，你着甲阮讲。耶户应讲：伊甲我讲，上主安尼讲，我选入你做以色列的王。因逐个人赶紧用家己的外衫铺伫屐仔的顶站，互耶户徛伫顶面。因分扫角宣布讲：耶户做王啦！安尼，宁示的孙约沙法的囝耶户背叛约荷兰，约荷兰甲以色列军兵要防守基列的拿抹，因为叙利亚王哈实攻击以色列。后来，约荷兰王倒去亚述列，要医治伊甲叙利亚王哈实交战的时受的伤。耶户对遐个军官讲：既然恁拥护我做王，就毋通互人逃走去亚述列报消息。耶户就使战车去亚述列，因为约荷兰要倒伫床呢。犹大王亚哈谢已经去伫遐探访约荷兰。有一个守望的徛伫亚述列城墙顶的守望台，看到耶户的军队来，就讲：我看到一阵军队。约荷兰讲：派一个马兵去接伊，煞问伊讲：有平安无？迄个马兵去迎接耶户，讲：王在问有平安无？耶户讲：平安无平安，无你的代志，缀我后面。守望的报告王讲：使者到因遐，煞无倒转来。王搁派一个马兵去，伊到因遐讲：王
得问有顺利无？耶和讲顺利无顺利，无你诶代志，伫我后面。守望个报告王讲，伊去因遐嘛无倒转来。赛车个冲真凶，看起来若亲像是临时个孙耶户。约翰兰就讲准备战车，因就甲伊准备。以色列王约翰兰甲犹大王亚哈谢坐家己个战车出去见耶户，因伫亚述个人那边个园拄着伊。约翰兰看到耶户就讲：耶户有平安无？耶户应讲：你个老母亚西撇会阴行邪术，要遐济，哪会平安？约翰兰就甲车驶翻头逃走，对亚哈谢话讲：亚哈谢，反啦，反啦！耶户出来开弓，射着约翰兰的脚趾柄，箭对伊的心脏冲出去，伊就立落去，死伫车内。耶户对伊的军官毕甲讲：你甲伊ฮ็伫亚述个人那边个园呢？你着会记得你甲我做伙坐车缀伊个老爸亚哈个时，上主对亚哈个预言。上主有讲：我昨有看见拿伯甲伊个囝儿会死，我立誓，我要伫即区园报应亚哈。呾着照上主个话，将约翰兰迄踮即区园。犹大王亚哈谢看到安尼，就往逼合间个路逃走。耶户入伊话讲，嘛着甲拍死。接近伊必然上孤岭个山坪个时，亚哈谢伫车内受拍伤，伊逃走去米吉多，就死伫遐。伊个人神用车甲伊个尸体载去耶路撒冷，甲伊安葬伫大卫城伊家己个墓，甲伊个列祖做伙。亚哈谢做犹大王个时，是伫亚哈个囝约翰兰11年。耶户到亚述列，亚西撇听见，就西装打扮，对窗仔看外面。耶户入城个时，亚西撇对伊讲：太师主人个心里，你有平安无？耶户举头往窗仔看，讲：养护我个人伫倒位？有2、3个太监对窗仔压底看伊。耶户讲：甲伊ฮ็落来。因就将亚西撇ฮ็落去，伊个血喷着城墙甲马，耶户使战车甲伊个尸体交过。耶户入去，也食也啉，讲：恁去处理迄个受咒诅个妇人人，煞甲伊埋葬，因为伊嘛是王个查某囝。毋过，因去要甲伊埋葬，敢若找着伊个头壳甲骹手个骨头。因倒来甲耶户报告，伊就讲：这拄拄照上主通过伊个仆人提斯比人以亚所讲个话，到要伫亚述列个田园食亚西撇个肉。亚西撇个身尸伫亚述列个田园画甲粪相款，无人认画出。